科技發展咧，好大程度咁改變咗我哋嘅生活。其中一樣嘢同10年前好唔同嘅咧，就係我同你咧都係有好多嘅密碼要去設立啦，同埋要去記住嘅。你淨係睇下你手機上面啦，有網上銀行啦、電信公司啦、購物網站啦，加起上嚟咧，分分鐘咧，我哋每個人咧都要記住成100、200個密碼。咁如果你唔想記咁多嘅密碼，諗住用同一個密碼係開晒所有嘅 App 嘅設定嘅話咧，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嘅方法。因為咧，如果 hacker 咧去到其中一個伺服器入邊啦，去到偷晒嗰啲嘅個人私隱資料啦，包括你嘅密碼。咁如果你用同一個密碼又去其他嘅網站可以登入嘅話咧，咁即係話呢個 hacker 咧就攞咗一個其中一個伺服器入邊你嘅密碼咧，就可以用嚟登錄其他嘅唔同嘅網站啦。咁所以咧，一個密碼走天下咧，係一個非常之唔安全嘅一個嘅密碼管理方法。咁問題咧就係，如果我哋咧係每一個 App 咧，我哋都要記住一個密碼咧，我哋又冇咁嘅即係咁犀利嘅記憶嘅能力啦，可以記得到咁多嘅密碼。咁而我過去咧係一直都係用一個邏輯關係嘅系統去設立唔同嘅密碼嘅。咁呢個方法咧可以令到我咧可以記到1000個密碼、2000個密碼都冇問題嘅。咁今日咧，我就好想分享下咧，我呢個方法係點樣嘅。喺以下嘅例子咧，我就會設立一個8個數位嘅密碼。咁點解係8個咧？雖然而家嘅手機 App 咧，好多時都要求6個數位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嘅網站係要求有8個數位嘅。咁所以今次嘅例子咧，就用8個數位啦。咁我嘅策略咧，就係呢8個數位咧，係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咧就係不變嘅，即係話咧係適用於所有嘅你嘅網站咧，都可以用相同嘅呢個部分。咁但係另外一部分咧，就因應嗰個嘅網站個名唔同啦，咁而有唔同嘅。咁所以加起上嚟咧，你應該每一個網站咧所設立嘅密碼咧，都係唔同於其他嘅網站嘅。咁咧，首先咧要諗一個英文單字，對於你嚟講咧係有一個特別嘅意思嘅，即係對於你嚟講好深刻啦。譬如係你係好深愛嘅一個寵物嘅名啦，或者係一個對你嚟講係特別有深刻嘅印象嘅一個嘅地方名啦。咁呢個單字咧就大概4個字母左右就 OK 啦，唔好太多字母啦。同埋最緊要咧就唔容易俾人估到嘅。咁啊，所以咧就唔好用你嘅名啦，同埋住址，因為如果 hacker 咧佢喺闖入咗人哋嘅伺服器攞到一啲嘅個人私隱嘅時候咧，佢可能咧都會攞埋名啦、地址呢啲嘅基本嘅資料嘅。咁喺呢個例子裏面咧，我就揀咗 Hope 啦。咁我覺得人生裏面最重要嘅就有希望。咁呢4個字母咧，我就將佢咧就隔開咁樣擺喺唔同嘅位置，即係唔好令到呢4個字母都連埋一齊。如果連埋一齊咧，又容易俾人破解噶啦。跟住咧就要加入唔同嘅部分啦。咁譬如呢個例子啦，我要為我嘅 Gmail設立一個嘅密碼。咁個名咧就係 Gmail。咁我就要決定咗咧一個嘅規則，就係用呢個名嘅頭1、2個嘅字母。咁如果我為Apple.com 去設立密碼咧，咁我就變咗咧就會揀 A 同埋 P。咁呢個規則咧係不變嘅，只不過因應嗰個網站嘅名唔同咧，而係用咗唔同嘅字母啊。咁變咗你每一個網站要設立嘅密碼咧，就會同其他網站嘅密碼咧係會唔同嘅。咁咧，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被要求咧，英文嘅字母要有大細階。咁所以呢2個英文字母咧，就決定咗啦，就用大階。
另外咧，就好多時都會被要求咧，要加起碼一個嘅數字落去啦。咁以呢個例子為一個嘅示範，咁啊 Gmail 咧係有5個字母嘅，咁所以咧我亦都有個規則咧，就去設定咗啦，就用5成為咗其中一個嘅密碼嘅一部分啦。咁如果係啊 HK.com 咁有2個字母，咁就變咗係用2噶啦。講到最後咧，就係要加入一個特別符號，又係好多時咧被要求要加一個特別符號嘅。咁最好咧，你 set up 你自己嘅規則嘅時候，都預咗一定要有一個特別符號。咁呢個特別符號咧，我就覺得簡單啲啦，就係一個咧就通用於所有嘅網站嘅一個嘅密碼部分啦。咁喺呢個例子裏面咧，我就揀咗用井啦，當然你用感嘆號啊、問號都係 OK 嘅。咁咧嗰個8個數位嘅密碼咧就已經組成咗啦。咁好明顯睇到咧有2個部分嘅，黑色嗰部分咧就係不變嘅，即係話咧所有嘅網站咧都係不變嘅呢部分。另外白色嗰個部分咧就係因應嗰個網站嘅名咧而有變化。咁樣咧就可以做到咧你每一個網站咧都有一個特定嘅密碼啦。咁你見到呢個密碼咧，亦都係包括咗大細階嘅英文字母啦，包括數字同埋特別符號嘅。咁應該咧就可以滿足晒咧大多數嘅要求啦。如果你覺得咧以上嘅方法咧都係太過麻煩或者好複雜嘅話咧，其實你可以諗自己嘅一個嘅邏輯嘅關係嘅。咁咧就譬如呢個例子啦，咁啊將個數字擺喺第一位嘅，跟住就係嗰、個G 同 M，即係話可以變化嘅擺喺頭嗰3位，咁後面咧就完全係一樣嘅。咁我呢個方法亦都係可能對於你嚟講係比較容易啲去記住嘅。又或者咧係更加容易嘅咧，就係變化嗰部分咧，只係2個嘅數位啦，就係 G 同 M 啦。咁後面咧7咧就係揀你自己心愛嘅一個 number 啦。你會見到7井同埋後面嗰個英文單字咧，都係屬於係不變嘅部分啦。所以咧，你每一個網站都可以唔同嘅。咁但係咧，你只需要變化嗰啲咧，就係頭嗰2個嘅數位咯。咁你可能會問啦，咁只係有2個數位係有變化，其餘都一樣喎，咁會唔會係好唔安全咧？咁雖然係容易記得，但係更加唔安全咧？咁我又問下 AI 啦，如果我係要設立一個8個數位嘅密碼，而當中咧係可以運用26個英文字母啦，同埋一個數值啦，咁究竟咧可以有幾多嘅組合咧？咁大家都睇到啦，有幾多個組合可以咧產生出嚟咧？即係呢個數目咧，我都唔識點樣講啦。咁所以其實係非常之安全嘅。咁我以上教嘅方法咧，其實主要都係用一個嘅邏輯關係啦，去好似 set up 咗自己一個嘅系統啦。咁使到咧你可以唔需要去死記每一個嘅密碼。咁但係同時間又做到可以為咗每一個網站都設立唔同嘅密碼。當然咧，有啲網站可能都會有相同嘅密碼情況出現嘅。咁只要咧，其實唔係一啲好常用嘅、好普羅大眾都會用嘅網站啊，或者係啲重要嘅銀行嗰個嘅服務嘅，咁我覺得咁樣咧都係 OK 嘅。